1980年4月2日，巴西这个卡球王比利以亲善大使身份来台3天。比利出生贫苦家庭，10岁念完小学4年级以后就失学。但是他在足球方面的才华，使巴西政府早在他20岁时就宣布他是国宝。比利在卡球队期间，摕到3届世界杯冠军。1977年结束22档的卡球生涯，从事电影甲广告事业。现在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陈谷应，在香港停留了1周，下午3点半钟，终于回到了14年不见的故乡。1993年4月2日，陈谷应教授返来台湾，过去伊伫台大铁路的教书时，曾经因为鼓励学生参与民主运动，被调动职务。民主不但是是一个理想，一个理念，而且可能很重要的是从生活方式上要能够涵容不同的意见。1997年，台大铁路的事件被平反，陈谷应才个倒转来校园继续任教。